1983年5月2日，10大建设的苏澳港完工启用后，第一次供油轮下载油料。第一艘2000吨级的才能号在上午11点10分安全进港，靠泊在5号码头。这是台湾第一次油料以海运方式进港，会使供应南洋地区的工业甲渔业用油，和苏澳港发挥更较悬的价值。1994年5月2日，台湾首次举办女学生反性骚扰游行。下午3点，游行队伍聚集在新生南路金华街口，纪念4年前的今天，一名被性变态男子以刀子刺伤臀部的台大女学生。第一次以女性为主题游行，嘛吸引不少男性参与。是觉得性骚扰目前是蛮严重的，然后这个问题还是持续被社会忽略了。这次游行对着后来性骚扰防治法的立法有深远的影响。